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來咧》，我是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阿權妹要同大家來小結，其實多年前沒有來過福喜來，韓國係我苗栗嘅鄉故鄉嘅故鄉人咯。細細個我來分享見到係苗栗咧反強富民聯盟嘅兩位創辦人，咩兩公婆。今日因為帶定見到，請等一下嘅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反強富民聯盟嘅創辦人林凱開，韓國人咧張蘇勇姐，韓國安安歡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凱漢，來自苗栗太府。歡迎韓國蘇勇姐，大家好，我是蘇龍。歡迎兩位韓國安安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。其實頭前阿權妹有同大家來講到，反清富民聯盟嗰陣時創辦到也下，差唔多有10年。哇！嗰陣時應該係一張創辦就來到福喜來同大家分享。對，嗰時候也10年的期間，作為青島事情，聯合嘅青島苗栗嘅農民大家共下。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，咩係我知道清新鮮的一件事情，就係亞一部嘅有辦的一個很多農村上菜按用嘅一個活動，然後這個活動呢，沒有一個清定一下嘅名嘅，叫很多英文很多 me 我 see 看到 me see， 對不對？對。樣名嘅係特別有很多是特別取的，對不對？分享一下。me see 農村上菜意思就講 me see 客家話滋味米頭的意思。哦。me see 就是那種我看到，我感受到。嗰時候我就幾小想吼，一個名嘅 me see 一個東西啊吼，因為客家話吃到當好嘅食嘅東西哦，一 me see 當好哦，一當好食，然後每一種體會啊，來到農村也知道哦，一種很好嘅感覺哦。個人會知道講哈，因為我米西啊有三大輕重嘅有精神啦，有好嘅食材，好嘅環境，好嘅關係，辦一隻餐桌慶祝嘅目的吼，要打共下18年嘅關係啦，共下連接起來，好，然後要連接起來，又透過好嘅食材。其實當正當好嘅環境，一來到講哇，人嘅環境又啱好，佢透過18嘅件事情啊，互相來連接大家嘅關係。像喺度食飯嘅時候啊，喺度菜色啊，盡量要係共下食共識嘅概念，喺度會有夾嘅嚇，共有嘅差唔多一般有一種40人到60人共下食飯。60人我一夾菜啊，我特年人家共下做嘅，共盤下，你共下一樣夾。透過一樣嘅服務啊，吼，可以俾人知道哦，因為有一種大家相聚在一起嘅感覺，就是共家人一樣嘅，吼，我就透過一樣嘅方式吼。透過18一件事情，打家人的關係哈，對，重新連接到共下。其實我知道，同我頭擺訪問藍大哥還有蘇榮姐，覺得同頭擺有些冇共用，但是我覺得感覺係一個因為有家庭的關係，家庭變做很加圓滿，所以想要把安陽嘅幸福感傳遞給大家，對不對？蘇榮姐有這樣覺得嗎？想要透過農村上菜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什麼？農村上菜，其實一開始是想要傳遞，就是我們苗栗的物產，在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行銷我們苗栗在地的特色。那也讓外地的人知道說我們苗栗有什麼東西。對，那除了知道有什麼東西之外，其實也是想要去傳達一些農村的議題。對，然後介紹農夫給大家認識，因為食農教育，我覺得應該讓大家去了解的是你吃的食物是怎麼來的。對，大家知道是土裡種出來的。對。可是食物從土裡面長出來，其實並不是這麼的簡單。中間它要經過很多的去病蟲害的防治啊、肥培的管理呀、土地的養護啊，
其实这些东西是消费者不知道的。对，那消费者其实他只是不知道，不代表他不在意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能够唤起消费者对于环境、对于食物的安全。对于环境的保育，还有对于食物的珍惜，这方面的重视，还有那个意识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过去农村上菜，我们一直在传达，就是农村的，我们讲它是一个故事好了，每一个农夫都有他自己的故事，对，然后还有农村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啊、议题啊，我们想要去传达环境的美好、环境的重要。透过这一顿饭，对，可以认识到这么多内容。对，就唔但像去吃饭厅厅啦，你做在了解到懂到菜体嘅也得农产品，还够跟他来那个讲嘅人同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餐桌上面大家可以连接得更紧密。对。那其实我知道对于大家来讲，要做要暗用嘅户外餐桌，而且就我第120周暗用嘅户外餐桌人数需要很多，对不对？就是希望可以聚集可能2-3人乡下，这样做得来做暗用嘅户外餐桌，也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。当初怎么会有这个起心动念，想要来做一天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？我就打算来加有参与我就太湖的休闲农业区的组织的发通嘛，那长辈就希望说，后上人转来可以来带动，来办一些小活动啊，来测试一下、体验一下，讲应该都有慢慢这个来举办活动嘛。那古时候当然政府有一些经费嘛，有经费也有像讲一般社会大众的体验啊。对。但可是100做噶，唔对样来做哦。做得凶，经费有限，够想要打民众啊，尽量服务都亲好，有嘛东西哈，全部等于讲变压箱把我们编出来，本家的全部圣人呢，全部就本家的。他都摆都冷哦，然后物超所值哦，干高之后，然后连接驳车啊，体验啊，还有摸彩活动啊，我说。爱用传统的发通给消费者花300元、500元，都便宜哦，太便宜了啦！你讲你起来都农村，到底佢得到乜嘅东西？那佢上外发通迪拜，冇得到一样东西，很多评论上都看不认。我有这个反省讲。他们经验不足，也那个过程不应该吃到某爽快。然后给需求啊，给发扬的钱，其实给得到比超过较多哟。可是，在摸彩的这个环节里边，每趟也有奖品，所以有些看不来。可是发展环境冇人气。冇按用按好的舒适的环境，根本看不来。也是张口是啊，张口是读到轻读的困难。不过就爱提到嘅资料係，还有判的动到虫、动贴片，还个有动奖，还个有动有 T 恤的发通，还做得同大家来小嘅。好，双姐，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我看到嘅相片，有青岛比中共冲在苗栗的那个龙凤渔港举办过这样子的户外餐桌，可以把上次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？那刚好是我们跟县政府合作，然后去做一个鳗鱼的餐桌。那县政府最近这几年都在推广苗栗的鳗鱼旅游，对，就是因为大部分以前都是注重苗栗是山城嘛，那其实苗栗海线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苗栗海线的风景，我们可以说它是世界级的。哇，对，所以县政府它其实也是想要透过这样的餐桌活动，然后去推广我们苗栗海线部分的一些风景啊、物产。对，那苗栗的部分，海线的部分，我们在2个地方办过，一个是在海堤上，然后一个是在龙凤渔港。对，那海堤上跟龙凤渔港其实感觉不一样。对，那海堤上那一场的话，我们其实着重在除了环境的营造之外，我们着重在一些我们去用海废，然后去做环境的布置。对，那龙凤渔港的话，因为旁边就是渔船。
对，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回归到就是物产的部分，因为渔港嘛，龙凤渔港那边最有特色的就是它下午有一个标鱼的活动，对，所以我们的食材就是尽量从当地鱼市场，对，鱼市场那边，然后直接进来去采购，然后变成我们的食材。那在我们的餐桌的过程之中，我们也会去跟客人、消费者去讲解说，这个食材是怎么来的，然后我们尽量会采用当地的、当季的食材去入菜，对。然后如果农夫朋友他们可以配合的话，我们会请他到现场去讲菜这样子，对。哦，所以我知道要做安永嘅事情真年轻无简单，因为要透过一串番老菜地嘅农产品，韩国甚至也有农产的故事，同大家来分享。透过安永嘅丰盛嘅，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嘅动酱、动上映嘅相片，甚至我哋咧苗栗嘅可能冇看過安永嘅景象。故事還有多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好，分享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要叫阿權妹，根本要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內容其實同豐富，今日就係來自苗栗嘅飯牆富米嘅聯盟，啊，今日就雖然係適合嘅青島嘅農村嘅一個夥伴，共下啊，唔過每天天咧做嘅同道嘅事情，都也係創辦幾件。9年或10年按久的時間呢，嗰時候剛剛有講到有拍伊咧農村上菜，嗰陣時有去做誒同道種無共用主題，去到同道無共用嘅素材，等下有機會發作再有同大家分享。啊，唔過因為迄個同道素材一擺就是一個大工程的感覺，因為你要先從了解這個素材有出什麼個東西，然後做出好食的料理，還會適合菜地嘅可能農民也會講解說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的東西，有什麼小知識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。故時候還有就聽聽呢編奏定點模式，但是定點模式每週都做出無共用嘅內容，錯冇？我們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現在的定點係都乜嘅味素？從我哋經驗開始啊，我哋夥伴中感嘅文藝啊，佢攞2代，佢去年都我哋泰安鄉嘅路威三合院，改裝以後很多一個52居所，就變咗一個新的空間，活化成新的空間，活化新的空間哈。古時候我哋大家雄獅旅行社啊，魚台貨場都海豐號，也擺東鳳，也放個青鳳誒，這個很漂亮的海豐號誒。海豐號誒，準備叫甜點嘛，咁我哋要帶皮下到，我哋一個定點的示範，是客家式的火鍋。客家式的火鍋，客家式的火鍋是什麼東西呀？客家的兩道湯頭啦，一隻係鹹菜鹹嘅味道，一隻係鹹湯圓口味湯頭。哇，是客家風味嘅湯頭，這是炒嘅海豐號，炒到其中一站。咩嘅就會結束嘅。到台中炒到成咗，黑暗部，天意都炒油燜茶，東珠東那片吃飯那樣，吃飯。就每日一個完整的行程的。2天1夜活動。亞雜飯通係乜嘅時間開始誒？從今年呢，差不多1月份開始。1月份開始。到3個月到13月份，到4月份因為嘅。風景海風無共用嘅，佢要揾到北部嘅。海豐號要換地方巡迴。換地方，故說都今年呢差不多4月份，因為先暫時告一段落。故說它算是期間限定，要到收菜都4月以前有可能都得預定到這個海豐號的行程，同嘅旅行社共下來配合嘅。不過雖然是期間限定，還有可能沒有機會會有其他嘅。期間限定不一樣的主題。有對談其他嘅貨茶，嗰還有其他嘅公司行號，係有興趣嘅話，團體嘅話可以，我哋可以
接受预约呀。团体差唔多要幾多少人張做咧開始同亞洲來預約133。33人，估計亞洲會辦30人的這樣子的一個宴會耶。對啊。對，其實也是很不容易。對。不過都亞洲手菜，除了跟旅行社配合之外，你們自己也其實沒有一車地給做像這樣子的農夫上菜。那農村上菜，那如果從必總共如果有外面的企業團體啊，想要來做這樣子的預定，他們參加的行程可能是什麼內容？他們參加的內容哈，以目前來講的話哈，還是會以吃飯為主。哦。公園那邊一般還有做一場手作為體驗。哦。很多都纏繞畫。纏繞畫這麼難啊？我朋友去規劃出來，好不容易得表然後再用鮮那種茶，蘇榮姐設計的，對，產一個後茶出來。茶一類複茶，它其實就是一個現代人他很療癒、很舒壓的一個過程。對，就是我們用木板，那個木板其實可以是我們就是木材廠裁剩的廢料，然後任何一個可以釘鐵釘的東西都可以。那一般人聽到纏繞的話，會想到那種用筆畫。對，我剛剛就是以為是那個，是那一個。但我們那個是真的纏繞的畫，因為它是用線去纏繞的，用繩子去纏繞。對，那它的創作方式可以很多元。那因為我們這一次是配合海豐號的行程，所以我就特別去畫了一個海豐號的火車頭，然後讓客人去用釘子釘，把那個輪廓釘出來之後呢，然後他可以用繩子，然後把它去纏繞出那個輪廓出來，這樣子，對，就自己創作自己的屬於自己的海豐號的感覺。然後因為會去搭海豐號的其實都是火車迷，所以我們在配色上面，我們也有特別去做規劃。因為海豐號一樣是火車迷，對，因為我兒子也是超級火車迷這樣子，對啊，所以真是有緣。同學也喜歡，對，他有一個同學也是火車迷，是同號的，好可愛哦。對，所以我們在配色上面，我們就是有用藍色，藍色是海豐號嘛，那黃色是未來會出現的山蘭號，對，然後還有一個黑色跟橘色，那黑色跟橘色互配的話，它其實就可以是明日號，或者是1500，或者是莒光號，對，所以就是我們有針對就是台鐵的過去的一些火車所有的顏色，然後下去做搭配，這樣子。剛好又是安安很喜歡，七嘎來也沒懂中醫，所以其實你們加了很多七嘎上耳邊都提示到底度，其中有一類環節是我覺得非常有趣，每喺基本應付去卡拉 OK， 我同大家來分享的。第4番的時節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環節，我們都農夫說菜，對不對？農夫說菜可能會跟每個季節出現的要有農產會冇共用，那我們請蘇榮姐跟大家來分享一個吃到你覺得親神奇、親貼片嘞，其中一個農夫說菜的小知識，跟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就跟大家分享一個牡蠣殼的故事好了。牡蠣殼，對，牡蠣殼應該是一個會損會有的啊，大家不要的東西。嘿，沒錯。那它其實，在農村裡面，在某些產業，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哦，對。那大部分人可能想象不到說，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我只能想到裝置藝術，好像有看過，有。對。因為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去到嘉義啊一些海線的地方，然後你會看到到處都堆滿了廢棄的牡蠣殼。沒錯。那其實對當地來說，它也造成不小的困擾。但其實牡蠣殼磨成粉之後，它的用途很大。對，因為它就是鈣粉。那鈣粉其實在施肥的過程，在我們農村施肥的過程，它也是土壤所需要的元素之一。對，然後對於柑橘產業來說，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防曬品。我知道，因為福一樓沒有訪問過小農，然後小農就說給柑美弄會啪啪的東西，那不是農藥，那個叫鈣粉。對，我知道它是鈣粉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是牡蠣殼做成的粉。對。對。真的啊？對，剛開始我就專業家，係咩唔知啊？伊擺喺同好少講，因我柑美拍粉邊按也唔錯。以為它是薄片。對，我就鬼眼用薄片嘅那個，後來我呢個種柑美朋友講，唔咩啦，跟我哋去噴嘅牡蠣粉，鈣粉，牡蠣殼就是牡蠣殼做嘅。係啊。哦，所以其實。我原本想說，唔知啊，件事情是
很感觉就是很没知识，但其实可能大家刚接触到农村，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困惑，小小的没得会用的呀，不知道那个是，其实它是很懂天然的东西，就是拍拍就可以吃了。对，就是要的大家唔敌的事情，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农夫说菜的环节，做的收给本台家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对，而且也可以把伙伴都没有理解的懂得给做的事情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，同台家来分享。比如讲刚刚有讲到是感美给农友，对不对？感美给伙伴，有没有其他伙伴都会同台家来分享一下？像爱的有小鹏的呀，收捧糖的呀，神农奖的朋友，没有转来做保卫呀，考保卫朋友啦。然后其实，年轻人转来，我哋还希望讲有当到不同各行各业转来前头，冇大家做农夫天天啦。我记得青头前的时间，可能会适合哈多农民，不过还有越来越多不一样领域的伙伴。对，也没有去转到当到后商业哈，转到做甜点的啦，转到做当到文创的东西，根本大家转到钢铁，按键来天天，俺没懂没知道按样的呼吁啦，个按样来希望当乐见看到，迄个也到后商业，带着不同的技能，不同专长，对，转到不卡的天数。当然你讲，钢铁啊、务农啊，还是懂大部分。好，不过也有，俺就去下没有行出木坑的路。对，也青葱有很多会适合大家的力量，故说也就会也到农民的联盟青葱有的事情，希望做到没有理解也到后上的强人，大家联合相互的力量强下，还有当中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这个转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，我係鍾永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反清復明嘅聯盟，也唔單止有農業嘅朋友，也還有各行各業轉到苗栗來創業嘅一啲後生朋友，大家適合相互嘅力量強下，韓國作為青島無窮用嘅事情，想喺老苗栗嘅特色同大家來分享。唔過也下蘭大哥、韓國蘇榮姐兩位有新嘅計劃嘅，韓國一直在進行中。搭上了亞哈苗栗親子行嘅露營一件事情，我哋請下露營、露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亞度嘅露營區。以前呢，嘅2-3年啊，我就本來從差唔多1整年可以接2團的發通，都完全冇。因為大家冇辦法，就是聚集在一起吃飯，共下辦法通啊。其實所有的馬經濟來源啊，馬來源，全部講就冇咧。我又想說，到底我害怕我做乜事情？講我轉來我大夫家上，我嘅初衷係嘛？我本來轉來做乜？我本來轉來。當我講有一啲牛種葉，牛種樹嘅牛種葉，也不加油。我講有當太片嘅種牛種樹嘅牛樟園區，好，我一開始做嚟，我要想我嘅規劃，嗰種我要花2-3年嘅時間去省下休閒農場，個休閒農場省下過嚟以後，又開始辦餐桌，一大拍通。結果我本來想做一個事情，有一車停下來，停下來某個高興時，我讀到100疫情，我想可能冥冥之中就注定係我開始去規劃。本年也在機會，總算有時間停下來，因為冇辦法做其他事情呢。咁我就分析啊，我想當到可能性哦，當我錄。當我園區可以做乜事情？對，我想講，冇人係改舒服嘅，
树屋哦，一个是还像盖树屋，这么浪漫。嗰种还成立的台湾共同发起啦，台湾的树屋协会成立，好，做起来以後，我就有等下去見咧。不過我發現可能唔係當適合嚟這個園區啊。我慢慢要透過當到朋友嘅介紹，朋友嘅經驗，佢講誒冇嚟做免搭帳的懶人露營啊。對，剛剛有看到個相片叫做狩獵帳。狩獵帳，對。但是想我講，既然講冇辦法出去拍拖，佢可以等於想到美麗，轉到泰府，可以花較多的時間。本來就以大介紹講，泰府蠻好聊的，泰府除了吃婆味以外，還可以嚟做乜嘅事情。古時候去到嗰邊，除了懶人露營以外，你還做得去甲門也到，那片友好高，可能也到就會收給，比如說農友啊，或者是夥伴，他們提供的活動。對。比如說像人家吃婆季嘛，吃婆會吃草莓季嘛，95%嘅人哈，一短時間內全部可以摘吃婆嘅。古種係嗰個我以那件摘吃婆嘅，你像我以山紅嘅摘呢，還是用泰魯順紅嘅摘，然後有的還有品種有白草莓呀，有特殊草莓呀，然後有機啊，你像摘那種咧，那叫做不那種哎呀，古種佢就知道，來到泰府摘草莓一件事情，又配合露營。知道當充實啊。其實假清楚，因為董你會講，我都要去，就是花一個錢去住一個晚上，為什麼不去住飯店？但其實黑暗用跟懶人露營至少會有那麼一種體驗。很重要就是你去了解認識菜地有乜嘅好高誒，所以在地行程是很重要，你們想要主打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冇錯。其實我就然後我房間面床個幾叫飯店樣嘅，叫用按數上的兩張 king size 嘅面床，嗰種你看一來，像老人家80歲哈，他們都房很沒問題啦，因為人家都好面床啊、睡夢啊，就是那個高度都懂。不要聽到露營就知道，好像會很辛苦。對，其實現在的露營基本上都清好。嗰個我條偏數又係獨立嘅。好，給擋槍的。就是在七嘎用七嘎。一帳篷有搭一間偏數啊。哦，佢就輕疏鬆的環境啊，所以也好想要來做安樣的事情。甚至沒做得去嗰片來體驗有 DIY 啊。有，我都有一些木工的，發通啊。七嘎帶啊。七嘎帶啊，我很嘅，青島的吼，又會去山上嘅。技術臉書的七嘎機，這麼好玩。究竟有修帕，修剪樹枝，對，夠修晒嘅樹枝哈，又搞給哈，用一種衛生紙，又生活起來。這我很需要學，因為我有些乳養啊，唔過我都要還冇辦法用一種衛生紙就生活生起來。一張衛生紙又打個螢火生起來。當簡單啦，就是其實有衛生紙咩，都得會沙拉油。你到戶外時，你可能冇帶火種，對，沒冇噴燈，你可能又冇帶到。但是一天有衛生紙，對，夠有。因為要煮東西，對，有。然後你就用衛生紙沾油，然後搞給點小朋友，尤其是那個小朋友嘛，就可以去折那個樹拗個樹枝。對。好，本來我園區哈，我就是提倡說小朋友盡量不要有3C啦。好，給來又盡量以放空去抓昆蟲的哈。好，我覺得很多小朋友，這個火啊，人對火都有那種興奮感，很興奮，我可以理解。剛好搞火啊，好，然後又折，不會又緊手扯哈。那對他們來講，其實他們就覺得很
很好玩。我觉得蓝大哥内心里面好像也是一个孩子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给七感，蓝大哥自己也很喜欢做这一些活动。他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多，对，所以客人来园区的体验就很丰富。对，像很多人到我们园区，哪怕是男生，他可能就这辈子第一次拿锯子，是，甚至如果我们当天可能有去修树枝，有用到电锯的话，我们也会直接让客人下电锯去体验。这是一个很梦幻的事情哎，因为亚哈你多少人家里没有电锯这个东西？对他们都拿那个像那个德州电锯，体验一下当电锯狂的那种感觉。我那个原来的那个是锂电池电通有嘛，然后我就很多安全使用啊，我就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泰海屋基本上都是玩得很开心啦。对，但是我会看客人啦，有些客人就是安全第一，我觉得他用手锯比较安全，比较能消耗他的能量，我就不会把那个电动的拿出来，就不会给机啊哈，就故意让他觉得怎么这么辛苦这样，尤其是针对那种都会区的有没有？对，都让他觉得哇，你有很多人小朋友其实给我冲的，就是会冲得很高啊。他看到爸爸在锯木头，他就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然后因为俺有种的黑牛樟树嘛，牛樟树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味，所以你透过锯的时候，它的香味就跑出来了。那大家就觉得，哇，怎么又浣熊啊？对，亚洲黑青美有那个特色，很在地的特色。对啊，我来讲哈，台湾的国产材啊，有几种是一级的，像手拿嘛，块木，对，一般块木就是红块啦，肖楠就是黄块，不是肖楠不是黄，就肖楠，然后扁柏就是黄块。然后牛樟木，这4个就是4大珍贵树种，哇，台湾特有的。然后都养个农村，就做在体验。农村有2种，一种是肖楠跟牛樟木，2种就做在体验。唐贡亚哈这个预约预定是已经排得很满了。就是假日啦，假日就比较假日比较多的时间。不过还有可能还会有新的计划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希望今年暑假以前哈，多加集中的，但是这个集中的还有像大概客家的一个饮食文化体验啦。古时候汉白可能做的第一片台语呀，韩国做的食到客家风格的，台州这类东西，一炒的东西。古时候听的都可以规划。农村厨房的教学的概念。对，俺知道刘 V 老，你们的生活方式跟你们想做的东西，全部不用都去家嘅工作嘅2位地度，然后把自己上爱过嘅想法同大家来分享。嘅所以也就係大家，呀哈做嘛嘅都市人會上愛去到農村，就像俺喺沒有你出來台北，俺就會懂向往農村要有放鬆的生活。嗰時候今日呢種什麼藍大哥、韓國雙姐還有安安來到節目當中，什麼也都同大家來分享哦，謝謝，謝謝。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曙光，有閒時間記得去放鬆一下自己嘅身心靈哦。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欣賞，跟下來做運動哦。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，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